教育部去年来开始推动美感教育5年计划，今年还扩大办理，希望提供草地艺术学校、艺术教育的资源。喺民間也有一群交通大學的同學，2年前發起美感細胞教科書改造計劃，伊哋希望對改造教科書做實施，而成人呢從細路培養美感。伊哋團隊有5個人，更加有2-3人喺做邊，唔過其他人還係繼續喺做。去年呢，伊哋同新竹香山太湖國小的先生合作，此內用一個改造過後的教科書來同成人嚟上課。更加伊哋目標韓國大業，會喺年底以前，同小學1年生到6年生的國語課本改造好，也希望由韓國的學校會來用。這個呢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國語課本，對不對？高同學小朋友點燈同同學分享自家用心設計嘅作品。我在玩遊戲的一個正方形的人。一啲同學對薯片嘅項應好為意來發揮，會畫出自家嘅薯片嘅。遊戲上面可以畫一個蘑菇，然後下面就開始畫一個人的身體。第二隻嘅蘑菇人工嘅，在百度睇麻古集屋企佢哋嘅怪處，無就係自家想同幾多年級、幾多學期做千百上去，到本就同人們共用，一啲都係本人改造過嘅國語課本。比原本還沒改造的課本好多了，因為原本還沒改造的課本是用真實的圖片把它貼上去的。後面用白色凸顯出它這幾個字，然後中途它有講到一些迷宮，它這裡就會畫一些迷宮，讓我們有一些互動。以往的教科書的插畫，會覺得對他們來講距離會比較遙遠，他們可能會覺得說，這個我也畫不出。他們從小就生活在這種環境底下，所以在這個日子以及生活周遭的這樣子的熏陶培養之下，這樣子的刺激，所以很自然而然，他們的作品都會非常美。2年前，交通大學3名學生去歐洲做交換學生，我就去參觀拜訪。發現到台灣的美感教育根本就比唔贏國外，在台灣就前面有共用想法俾判，真係美感細胞教科書改造計劃團隊。很明顯的對比的衝擊，會覺得奇怪，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好看，然後這麼多有好像很有文化底蘊的東西生活在他們的生活之中，那為什麼台灣好像比較沒有這種東西？那我們只是多問了一個下一個問題是，那台灣少了什麼？規則團隊都模擬系統教育嘅相關課題，目前就自家上名前人登記付錢，對改造教科書做實施，我培養成人嚟嘅美感，希望到台灣營造出美感教育嘅環境。因為它地區是我們從小到大陪伴我們生活一個很重要的環節，那這1天有8堂課，去掉有些人還要回家還要補習，所以其實是一個很長時間的熏陶。我們相信，如果把課本變好看的話，它的確是會成為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力。不過也好無人做過為改造教科書計劃，以前無好教，現來向下做，一下小結果一下，加到總算簽到新竹市香山區太湖國小5年級嘅先生，現同加到向下嚟合作。大多數的回應都是，這個計劃很棒，idea 很好，但是比較多的擔心是，可行嗎？那有沒有辦法成功？那後來就是我們獲得了一個關鍵的建議，就是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先把我們想象的樣子做出來。其實我是被他們的熱情感動到，可是如果孩子沒有敏銳度，沒有感受力，知覺沒有提升，這種覺察力，其實他們就會不知道說，生活上處處都是美感。我們的禮物 for you。我們現在正前往大湖國小路途當中。去年的9月初9，也紅結巴嘅共同創辦人陳慕田同林宗彥帶定家到改造好嘅成品，而發本太湖國小5年級1班9位同學。韓國特別地開學1禮拜嘅爭議，就係愛小朋友來比看啊，也同本地嘅課本有很多馬街節差。那個山豬的笑容什麼都會不一樣，會讓我們有想象的地方。比較活潑，就是他有用自己畫的圖，然後舊的課本就是直接放真實的圖上去。他們覺得是自己的可能自己
自己想珍藏的一本绘本。我要请他们上课的时候画一些写一些东西，他们还会有点舍不得，因为要把它当做自己的。那个手法就是彩色，然后这一边使用黑白的。结合超过30个插画家的創作，一本5年級上下學期的國語課本，搭課嘅圖都有無同樣嘅風格。看這個課本就像在打電動一樣，就是都不會膩，就一直看這個課本。然後呢，也不會像之前一樣覺得上課很無聊。可以慢慢累積對不同種風格的那種思維跟能力。那接着他們就可以透過有這樣的基本思維能力之後，就可以開始對他們生活的環境去有一點對於美的想法，對於美的感覺。比如說這些設計師是真的是我們。他們真的不容易，就是只是因為聽了我們這邊講一些我們覺得很好的東西，那他們就願意幫忙。然後我們也真的，以我目前能力也真的給不起他們什麼更好或更多的東西。現場帶領學生嘅強化讀課本，也一般上國語課嘅方式，也一群用嘅貴錯過嘅教科書嘅聲音呢，上課就可能到行卡到，未會去上行卡到。唔但將看到一道圖，會加動搖互通，沒有機會自家來做細細插畫家。就是像迷宮一樣，然後我就是把迷宮畫出來，然後中間就有像圓球這些的。我們自己所設計的插畫也不會輸給那些插畫家，就會覺得那些課本可以留1-2頁，就是讓我們自由發揮去畫我們想要的東西。幫我們畫一點點課文，剩下的就讓我們自己發揮，在課堂上也可以。大家站在台上互相分享。畫圖並不難嘛，其實幾個線條就可以帶給讀者很多的感受，他們會想要去嘗試這個部分。可是這個是我實施1年以後，我覺得他們跟我分享很多的不同。連前傳統乃叫看住共用嘅課本都有無共用嘅風格，對小朋友來講，真見觸及得到佢哋嘅敏感，佢哋就會更加想要去感受成敗各項事物嚟講。希望我們的課本能夠帶給現在小5這一群小孩有一個好的美感思維。那當這一群小孩他們成年，他們有能力之後，透過他們的美感思維，創造出一個更好的美感環境給我們下一個世代的孩子們。應該說，我很希望全國各地的小朋友都能跟我們用一樣的課本，因為我們班本身就是很喜歡這本課本。我希望這一本課本可以讓全國小朋友都一起使用，這樣子的話，大家上課也不會那麼無聊。課本未做得起色彩豐富嘅圖畫書，這一本書有安排嘅變化，帶出新嘅內容想象空間，就會更加想要去看這樣嘅東西，感受美感。也冇聽錯，就會係一粒片，啲家哋會心肝頭度，並牙參選。